細嘅豪庭 A 單位1619尺，法式復古裝修。先睇睇個主人房，呢個主人房 A 單位有個衣帽間，空間都係非常之大。3面落床，一張大嘅書台，望望身後邊嘅套間。A 單位嘅廁所就有窗嘅明窗。睇完主人房，關心下個廚房，空間都係非常之大。A 單位出到嚟望到呢一張8人用餐區對出嘅一個大露台。A 單位個露台係一個單邊位。將個廚房嘅洗衣機擺咗喺呢一度，非常之合理。1619尺喺高士德揾間3房有裝修，個費用一定係唔少得嘅。如果中意呢個法式復古裝修，不妨睇埋落去啦。先睇睇雜物間，呢邊有間細房，應有盡有，床後邊有窗嘅，衣櫃、書台齊晒。望埋最尾嗰間房啦，經過客廁同樣都係有窗。呢間房大到放2張單人床都冇問題，一樣係有窗。呢個顏色做出嚟嘅效果都好童真，全部做晒。2張書台。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世紀豪庭 A 單位1619尺，單邊露台，3+1房，可以關注晒我所有平台，點擊我頭像攞到聯絡方式。我係 Oscar，再見。